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撒母耳記上第16章第1節至35節，主題係大衛受膏為王。作者喺撒母耳記上第16章記載，上主差撒母耳去伯利恆，喺耶西屋企入面揀選一個人做王。不過撒母耳驚掃羅知道，所以唔敢明目張膽去。上主就指示撒母耳帶住祭牲前往，作為掩護。撒母耳去到耶西屋企，見到長子以利亞。由於以利亞身材高大，心入面以為應該就係佢。但上主提醒佢唔係揀選以利亞，因為人只係睇外表，上主卻係睇人嘅內心。耶西前面嘅7個仔都冇被揀選，最後耶西喺牧場放羊嘅細仔大衛返嚟。大衛面色紅潤，樣貌俊美，上主指示就係佢，於是撒母耳就膏立大衛。由嗰日起，上主嘅靈大大感動大衛。相反，上主嘅靈離開咗掃羅，有污靈攪擾佢。於是大衛被召入宮彈琴，令掃羅身心舒暢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撒母耳記上第16章記載，上主唔係睇人嘅外表，而係睇人嘅內心。咁今日你會唔會憑外表去判斷人呢？